西丽好行宫为着宣传转变的运动，当年来举办招标比赛。今年为着让更多爱运动的朋友看到西丽好风景，特别规划脚踏车挑战赛活动，向超过1000人来参加。就平常有在逛活动的网页，然后有看到就报名。这摆脚踏车挑战赛会经过云林、中华、南投3县市，全程超80公里。美方希望借这个活动，让大家同齐感受到自然的风景和西丽的热情。这摆行的路程会过咱经过云林、中华。为咱这个南投边等等啊，将近80公里。官府讲，真欢喜这么多人来到西堤参加这摆比赛，相信办这个比赛会当让西堤变更热血，毛更多人知影云林的水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